其实还好了，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。我们山寨啊，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。奶奶，我想说句话行吗？说，咱都是习武之人，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。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的，所以桂英，过来，娘跟你说点事儿。快去吧。哎呀，这又要教训了。是。娘，桂英，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。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呐。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，更不能乱了辈分。宗宝啊，哎呀，你呀，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，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，性子爽。就您和大娘，还有三娘看着好，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。别理他们。我没乱说，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？这是天波府，不是木柯寨。桂英，桂英，哎，哦，来来，挨着奶奶坐啊。这不坐，我坐久了腿麻。动一动就不麻了啊！来来来，要不坐奶奶腿上啊？来，来呀，桂英。啊不，哎。种庄稼盼的是好收成，做人求的是好名声。楞楞楞楞一个楞楞，蹭蹭蹭蹭一个蹭蹭，求的是好名声。哎哎，求的是好名声。莫瓜，想你姐不？想死了。桂英，你进了天波府，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。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。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，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？你奶奶是什么人啊？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，群臣尊敬的功臣。而你呢？桂英的意思是，奶奶和她都一样，是从山寨来的。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还有桂英，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哪有大着嗓门说话，咧着嘴大笑的？淑女应该笑不露齿，行不带风，说话轻声。而你呢，这咧着嘴大笑，走路呼呼生风，还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的。你说，这哪里是将帅之家？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，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，被那些礼节啊、礼仪啊，还有风俗，弄得都失去了本色。人嘛，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，想哭就嚎啕大哭，干嘛装模作样的？胡说！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有礼节、有规矩吗？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？可这定规矩的人不是你，人只能遵守规矩，而不能改变。你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什么都由着性子来，那不是乱了纲法吗？再说了，桂英，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，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。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，就得改变。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？原先我还不觉得，和你在一块儿之后，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。
是吧？我娘还算是仁慈，可是我爹太霸道了，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。你说小孩吧，谁不爱玩鸟、玩蝈蝈、斗蛐蛐？可是我爹呢，什么都不让我干。我和赵飞小的时候，哎，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，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。后来我们上山，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，他给扔进火里炼了。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，跑了几10里的山路，逮了一只黑头金刚，你猜怎么着？被他一脚给剁了。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，可不可恶？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。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？我爹多好啊！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女工啊、刺绣呀，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。后来学着学着吧，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，就不让我学了。我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捉鸟。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。我喜欢下河捕鱼，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。只要是我想干的，他就能让我干。我想读什么书，他让我读；我想临什么帖，他让我临；我喜欢的，他让我干；我不喜欢的，他一样都不让我学。我爹厉害吧？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。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，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。我琢磨着吧，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，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。我跟你说吧，你就是你爹呀，教你教得太死了。你就说你用兵法吧，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，哪像我呀，天马行空的，你能赢得了我呀？哎，哪天呀，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。哎呦，恐怕不行，我见了他就发怵。哎，没这个命啊。哎，我看这样，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，不怕，有本将军在呢。曾宝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舒服多了。哎呀，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，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，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？嗨，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？我试试看吧，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啦。哎呀，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？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，非得这样笑。小姐，你得找窍门儿，笑的时候别大笑，就不会露牙了。太瘆人了！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。那当然了，发自内心的，怎么笑怎么好看。哎呀，可是没办法呀，进了天波府，你总该入乡随俗吧？彩云啊，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，我要是回木克寨，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现在提倡礼教，这礼教上的东西啊，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，可进了天波府，这不能不学呀。哼，彩云，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？为什么呀？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，这叫统治，懂不懂啊？哎，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。哎呀，我就是为了宗宝啊，才受这么大委屈。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，你看他多有眼力呀！啊，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！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。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，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，最俊美。哎呦，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，
所以您孙子才会看上他的。哎呀，真会说话啊！可是奶奶呀，没有桂英那么俊美，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。你们想不到吧？啊，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，击败了老身。怎么了，桂英？牙疼。牙疼？那赶紧开方子呀！不用，啊，娘，桂英跟你开玩笑呢。哦，开玩笑啊！开玩笑。哎，言归正传啊。此次出征，郡主，你一人留守家中。婆婆，让儿媳跟您去吧，我想照顾您跟延昭。老身不需要照顾。这出征打仗啊，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，你也不用去照顾延昭，你去了，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。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。桂英，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？娘，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，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。你少多嘴！又说我多嘴，每次都说我多嘴，本来就是嘛。桂英，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？你想想雅不雅？不过这不能怪你，你从小在山寨长大，养成了一些坏毛病。咱们进了天波府就得改。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？宗宝，哎，给娘拿个椅子。哦，桂英，你看娘怎么做？哦，搁这儿了啊。这坐的时候啊，身子一定要直，不能四仰八叉的。还有腿一定要并拢，可不能劈开。像这样，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。这坐姿娘从小就练，这可不是一日之功。还有，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，只能坐一半儿。还有啊，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。你看，这样才像是淑女。别笑。你别笑了，行不行？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，那屁股挂都挂不住，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？那坐个板儿不就行了？对，还有这靠背儿，你又不能靠，那要它干嘛？卡了算了。对，卡了。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，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，非得并在一起，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？哦，还不行，还得这样，腿还得侧到一边儿，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，你觉得好看吗？问你话呢。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。那当然了，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，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，还不如站着呢。哎，桂英，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来，这才叫吃饭呢！到你们天魔府呀，这吃饭不能有动静，还不能吧唧嘴，还不能打嗝，你说多难受啊！彩云，再来一屉。桂英，再来一盘回去以后啊，千万不能这样，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。是猪就是猪，管他呢！哎，宗宝，我问你，你说人从这么小
长我这么大，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？嗯，对。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，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？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，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说这人呢，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？当然身板子重要了。那可不是啊！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，我能长高个吗？我最多啊长这么高。你说长这么高的人，那吃相再雅，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！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。我就是给你气的，我再这么气下去啊，就气成蛤蟆肚了。得，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。既然咱们出来玩呢，就玩得痛快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以茶代酒，划拳定输赢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彩云，你当监军。好。来啊！哎，你行不行啊？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划拳高手。来。啊！乌龟缩头一只拳呐，鸭子下水不见长啊！666呀，766呀！啊，姑爷输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行，你肯定不行。我不服，继续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喝酒，你就死定了。来，俩好呀，乌龟手啊！一拳定输赢啊！还来不来？来呀！哥俩好啊，666啊，7个巧啊！我不服，继续。乌龟手，666呀！出来了！走，这边。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、醒酒划拳，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？宗宝啊，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？娘，都怪儿媳不好，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。我没那么说。您就是那意思。桂英，你进了天波府，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。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，宗宝也是御辽先锋，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。桂英啊，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。今天教你怎么喝茶。哎，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，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。首先呢，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，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。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，像这样。桂英，现在你来坐坐。哎，用拇指跟中指先捏住茶杯，然后环视一下四周。为什么呀？这看别人喝了，你再喝呀。哦，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，得大伙儿一块儿喝。哎呦，错了，是娘弄错了。哎，没事，没关系的。用袖子遮住半张脸。哎呦，桂英，你这紧身衣袖啊，是遮不住脸的。遮得住。哎呀，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。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，我穿不习惯。穿不惯也得穿。还有你这头发，你已经嫁给宗宝了，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。娘，那样不好看，像个老太太。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。咱们是将帅之家。桂英。谢了。
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，这做派还真的变了。是啊，什么都得慢慢学，时间长了就适应了。哎，是，可不是嘛！想当年呐，我是没少遭罪，下苦功。是。哎，来，来，娘喝茶。哎，大娘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小心呐！哎呦，摔着了吗？奶奶，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服，你看我丢死人了。娘，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？她从小就没穿过，您这不让她丢丑吗？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？要是穿着紧身衣服，不成了烧火丫头、杨排风了？那可是她不习惯嘛。开始不习惯，慢慢就习惯了。要不，怎么跟我们出门？唉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快起来！你看把这裙子踩的，哎，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波府，我也不会受这罪。不愿意学就不学，走。那不行，你娘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生气，还得骂你呢。你想想看呀，那天在奶奶那儿，我摔大趔趄，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。我娘这个人，她就是爱面子。她不是爱面子。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，她怎么不说呀？就是看不惯我。不会，我练，我不能给你丢脸。哎，不。桂英，桂英，你看，小姐，松鼠。啊，那儿。嘘，别动！我抓松鼠最在行了。别动啊！慢点儿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松鼠在哪儿呢？快起来！太长了。哎呀，哎，松鼠呢？别动！哎，那儿呢？哎呀，这桂英啊，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？刚学不习惯，得给她时间呢。这丫头看起来聪明，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。是吗？那是大智若愚呀！我跟你说，那是她不愿意学呀。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。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，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，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，真的。就是嘛。哪儿呢？哎，那儿呢？快，上去！在他书桌上呢，你看见没？慢点，慢点！别动！哎呀，这丫头可真厉害呀！桂英，你没事吧？娘，你就别再夸她了，再夸她，下次就飞上天了。哎，那就让她飞上天。桂英，你看看你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，觉得束手束脚的，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。
哎呀，你这头上是什么呀？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。哎，谢谢奶奶。哎呀，你呀，走走走。既然你娘说了，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儿，咱也不能浪费了呀。要是这么逮松鼠呢，永远抓不着。怎么的呀？哼哼，我先做个铁笼子，然后里面放着食物，再安上机关，保证它进去出不来。哎，这个办法好。这个事情交给我，我去找铁丝。去，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。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，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，他们俩要是配种了，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。哎，这个好玩。走，我带你骑马去。是吧？走。好，少将军、少夫人，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。是在这个臼里。哎，牵过来。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少将军，您这是？那个，让他俩配。啊？少将军，这可使不得。杨元帅有令，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。我是少将军，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？去！来！我这小红呀，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，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。哎，把鞍子卸了。你看那个，哎呀，这，哎，你帮他一把。你看那，哎，左边那个对。哎，别！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。哎，对。报！说呀。郡主。哎呀，为何如此慌张？说呀！说呀！说！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？说呀！配马去了。什么？啊？他，哎呀！小红，你坚持一会儿啊！哎，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。真有意思。小红，我求求你了，一定要给我争口气，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儿。大力，你别踢他。啊！哎呀，你看，你帮帮他，真笨，抬起来。哎，小红，坚持住啊！小红，坚持住！快，你看。桂英，娘知道，这又是你的主意。你说，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？娘，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，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，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，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。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。娘，您多想了，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儿。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。再说了，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啊？玩儿呗。比过去强多了。那当然了，这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不是进了个石头。我知道，把鞋穿好，把裙子弄好。哎，这样就淑女多了。哎，桂英，我俩去后花园吧。这才练了多会儿啊！万一要叫你娘看见，还不得把我骂死啊！时间不是关键，要看效果。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。真的？再说了，我娘说了，练就专心的练，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。是哈。走。哎，走。走啊！前面，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。哪儿呢？哪儿去了？没有啊。啊，对，就这。哎，还真是的哈！哎，行，别蹦了，你蹲下。哎，你干嘛？蹲下嘛，快点。怎么？蹲下。
哦，行，快，等会儿啊快啊，等会儿。好，你小心啊。好，我起了啊，起了，能不能够着？好，等会儿啊，够得着吗？往上点儿。行。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。行，够着了吗？哎呀，宗宝，娘，桂英，你顽皮，娘不说你。你学礼仪进步慢，娘也给你时间。可是桂英，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。宗宝他是谁呀？他是一家之主，是你丈夫啊。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？别说是大户人家，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？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？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。孩子不是玩性大吗？不就是掏个鸟吗？够不着才。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，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咱们宗宝啊，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。他让他向东，他就不敢向西。这当男人的，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，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。宗宝，你干嘛呢？快点上。进来。去。爹娘啊，我和桂英来请安了。爹，娘，逮的鸟呢？宗宝啊，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、逮蝈蝈、养鸽子、玩鸟。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，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。现在大战在即，马上要出征了，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，爹高兴。真的，爹。谢谢爹，谢谢爹。这玩归玩，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。这女人终究是女人。你看看啊，今天这天气真好啊！是啊，娘。就是。哎呀，这快要出征了，还过这个寿吗？娘，您60大寿啊，一定要过。您要不过啊，我们大家都不乐意。对呀，娘。对，祝寿啊是喜庆之事，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。对呀。对，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，好好热闹热闹。哎，对，大战在即，别那么太铺张了。要办呢，下来，咱们就一切从简，啊，把那些亲朋好友啊，将军们呢，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？也好。哎，桂英啊，啊，桂英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我想事儿呢。想什么事儿啊？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，我想怎么让她开心。哎，宗宝，怎么了？你看那个树后面，啊？那棵树后面。哦，对，我看见了。抓了。啊？我不会爬树啊。哎，你慢点。哎呀，你看着，哎，快点！就这个。那儿，这个看见了吗？好，来，我驮你。啊？我怕把你压坏了。切，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？再来5个我都没事儿。来吧。那我可真上了啊！来，来啊！来，这丫头，1、2、3，下！高点，再高点，哎，够住了！
哎呦，小心呐！没事儿，桂英。娘，你消气了没有？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，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。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？娘，你别生气了。娘，这纸链是送你的。姑姑，哎呀，姑姑，这鞋太小了，加脚。哎呀，不小！你看你的脚这么大，要是不约束一下，能长出个蒲扇来。来，再试一次啊！你这姑姑，这真的不行。哎呀，等再过2天啊，老太君要祝寿，你穿的不体面，让人笑话。姑姑，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，疼。哎，脚在地上呢，来，起来走一走啊。走不了，我扶你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这走多好啊！腿这么直，来，再走2步。腿这么直呀！对，往前走，八妹你也在，洗澡。不行，这鞋好看，别脱呀！受不了了，慢点。挺好看的。哎，别脱。再忍忍嘛，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。就是啊，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。对呀，还好多了。对。桂英，来，你看，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，沈娘呢用不着了，送给你。这，不用，谢谢沈娘。这些东西啊，我都戴不惯。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，我如果再戴的话，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。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。桂英啊，进了咱天波府啊，那就得披金戴银的，戴着贵重的首饰，才不会让人小瞧咱。对呀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，不比啊公主戴的差。来，帮你戴上啊。好看。我们桂英啊，戴什么都好看。来，咱们再走走。别走了啊！歇会儿再走，别走了啊。来，慢点啊，小姐，太受罪了，换双鞋吧。不行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。忍忍吧。哎呦，疼吧？怎么了？这脚也疼，头也扎得疼。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？没觉得，比鲜花差远了，还显得人老呢。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？谁要给我兔子，我立马就换。哎，小姐，这东西能派上用场，可以当飞镖。是哈，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！要交战的时候，啪一下拔出来，那就是暗器呀。嘿，我这石头啊，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。哇，好准呐！这改造桂英啊，得慢慢来。过急了她受不了。娘，桂英的悟性好，说透了，她乐意接受。可不是嘛！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，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，比脚小1寸，她都忍疼能穿呢。这不把她的脚给挤坏了？别担心，总得挤一挤，让她收敛收敛。就是啊，再不收敛收敛，那还是个疯丫头。对呀，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，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。桂英啊，比刚来那几天啊，那可强多了。娘，要不您去看看？好啊，那咱们就去看看。哎呀，你快脱了吧，这鞋，赶紧脱了吧。
脱啦。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！再来一个神的。是啊，天说的就好了，别着急，不能着啊。听娘的，没错啊。在哪儿啊？我们去看看啊！哎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